来看，丹那市风台7月初扫过台湾，灾情是真严重。国民党团提出灾后重建条例，早起进行党团协商。部分党派立委嘛，搁再提出讲要扩大农损的保险理赔，搁卡加毁损的补助。民进党团嘛讲已经向行政院来提出特别条例要求，行政院嘛等来研究。 丹那市风台伫7月初升腾台湾西南部地区，地区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、屏东出现严重的灾情，16000户的灾民厝体损害。政府最近开始前进指挥所，防讲骹手上万，为着加速救灾，国民党团提出灾后重建条例，包括厝体毁损补助比例是建地成本的80%，青农贷款扩大认定，等农渔民补助方案，赶要伫拜五完成三读，3在进行党团协商。 行政体系、立法体系，大家不分党派人机己机的这样的一个心情，尽快让灾民能够离灾，能够安置，能够重建。农渔牧的那些补助，每一个单位面积拢伤少，8000、9000、1万，我有甲你讲，叫你一定要提高嘛。布空期呼吁条约政治放一边，灾民优先。 嘛，呼请中央赶紧提出行政院版的重建条例。屏东南委苏清泉讲，农损的保险理赔伤过严，应该对农渔民放令。民进党张启凯是不满国军无积极协助救灾，请法务修缮在2个礼拜内把它做完，先定个目标，动用全国的力量。张启凯讲，洪灾发生第25天，政府明显救灾不力，即马连安置灾民的能力都无够。 过去的房屋屋舍受损是以全老半老为认定，这次呢，我们增加了屋顶遮雨的这个破坏，我们怎样去处理？立法院要透过各党再决议的方式，这当然这个监督力道更强我们也觉得非常好。要用特别预算扩大照顾灾民，条约达成共识。吴思瑶讲，已经向行政院提出特别条例，行政院当咧研议防灾当前条约协力，要帮助灾民渡过难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